顾继成，这个其实是那个，不是我。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顾长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顾长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跟你解释，顾长，不是这样的，再给我装！没有，顾长，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！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求你了，放开我！别跟我装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！放开我，顾长，顾长，我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！我就不放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我没有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老夫人好。哎，小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。